根据教育部体育署调查，台湾规律运动人口中，职工族群规律运动比例最低，为身体活动不足之高危险族群。而上班族因为久坐不动、外食、饮食不均、压力大等因素，常造成三高、慢性疾病找上门。现在健身领导品牌 Under Armour 因应上班族的运动需求，推出最专业的 UAT 健身课程，至企业到府服务。UAT 是美国 Under Armour 针对运动训练中心所设计的全方位运动员体能训练系统，所以针对运动员所需要的所有的肌力、体能都有完整的设计。那对于一般大众以及企业行号，一般上班族，对于我们的客制化以及这个趣味性，也都有非常浓缩的一个训练的这个针对性。Under Armour 提供顶尖的师资及专业训练课程，目前已和国内多家知名企业携手合作，共同透过运动展现年轻活力、创新及追求卓越的精神。现在品牌也特别开放免费体验课程，欢迎全台企业踊跃报名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